各位尊敬嘅領導、尊敬嘅評審、尊敬嘅嘉賓，你哋好。我叫做張聰麗常 Lisa， 我有48年維修同埋鑑別同埋教授中國古董文物嘅工作。咁我同我先生咧係捐贈咗300幾件中國古董文物，幫香港青年協會成立一個叫做青協博物館。裏邊嘅文物咧，由新石器時代至到清朝都有。咁裏邊嘅藏品有陶器、瓷器、玉器、水晶、瑪瑙琉璃等等。咁我好希望藉着中國古董文物咧，令新一代嘅年輕人有更加多嘅機會去了解、去接觸、去認識中國古董文物同埋文化，令佢哋更加知道中國係歷史源遠流長同埋博大精深。亦都可以引導佢哋有一個正面正確嘅嗜好喜好，咁亦都希望佢哋更加藉着中國古董文物咧，去多啲了解中國、認識中國同埋愛中國。所以我好榮幸、好慶幸，同埋覺得好幸福，可以攞到呢一個獎——紫荊文藝貢獻獎。咁當然啦，我就好多謝廣州市穗港澳合作交流促進會啦、香港宋慶齡基金會啦、澳門宋慶齡基金會啦，同埋各位評審啦，同埋各位觀眾嘅。喺呢度，我祝各位健康平安、幸福愉快。多謝。